約伯記第15章。提幔人以利法回答說：智慧人豈可用虛空的知識回答，用東風充滿肚腹呢？他豈可用無益的話和無濟於事的言語理論呢？你是廢棄敬畏的義，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。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，你選用詭詐人的舌頭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，並非是我；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。你豈是頭一個被生的人嗎？你受造在諸山之先嗎？你曾聽見神的密旨嗎？你還將智慧獨自得盡嗎？你知道什麼是我們不知道的呢？你明白什麼是我們不明白的呢？我們這裏有白髮的和年紀老邁的，比你父親還老。神用溫和的話安慰你，你以為太少嗎？你的心為何將你逼去？你的眼為何冒出火星，使你的靈反對神？也任你的口發這言語：人是什麼，竟算為潔淨呢？婦人所生的是什麼，竟算為義呢？神不信靠他的眾聖者，在他眼前天也不潔淨，何況那污穢可憎、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？我指示你，你要聽；我要述說所看見的，就是智慧人從列祖所受傳說而不隱瞞的。這地唯獨賜給他們，並沒有外人從他們中間經過。惡人一生之日劬勞痛苦，強暴人一生的年數也是如此。驚嚇的聲音常在他耳中，在平安時搶奪的必臨到他那裏。他不信自己能從黑暗中轉回，他被刀劍等候，他漂流在外求食說：哪裏有食物呢？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邊預備好了。急難困苦叫他害怕，而且勝了他，好像君王預備上陣一樣。他伸手攻擊神，以驕傲攻擊全能者，挺着頸項，用盾牌的口突面向全能者直闖。是因他的臉蒙上脂油，腰織成肥肉。他曾住在荒涼城邑，無人居住，將成亂堆的房屋。他不得富足，財物不得常存，產業在地上也不加增。他不得出離黑暗，火焰要將他的枝子燒乾。因神口中的氣，他要滅亡。他不用倚靠虛假欺哄自己，因虛假必成為他的報應。他的日期未到之先，這事必成就。他的枝子不得青綠。他必像葡萄樹的葡萄未熟而落，又像橄欖樹的花一開而謝。原來不敬虔之輩必無生育，受賄賂之人的帳棚必被火燒。他們所懷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罪孽，心裏所預備的是詭詐。